第6章，棒球場上嘅仇恨，動搖刻板印象，以消除偏見。1983年某個下晝，喺馬里蘭州達洛戴維斯 Daryl Davis 去到一間酒吧，喺一場鄉村音樂表演度彈鋼琴。呢個唔係佢第一次成為全場唯一嘅黑人。嗰晚結束之前，佢第一次同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展開對話。表演完咗之後，觀眾入邊有個年紀較大嘅白人男人行過嚟同達洛講，話好驚訝見到有黑人落手可以彈到好似傑瑞里、路易斯、Jerry Lee Lewis 咁勁。達洛答話，其實佢同路易斯係朋友，而路易斯自己都知佢嘅風格受黑人音樂影響。雖然嗰個人有啲懷疑，但都請達洛坐低飲杯嘢。冇幾耐，嗰個人承認從來未同過黑人一齊飲過酒。最後佢同達洛解釋原因，原來佢係3K 黨成員。呢個白人至上主義者仇恨團體成個世紀以嚟不斷殺害非裔美國人，而且2年前先至用私刑處死一個男人。如果你發現坐喺度嘅人憎你同所有同你同膚色嘅人，你嘅直覺可能係打交、走佬或者嚇到喐唔到，咁都好正常。達洛嘅反應唔同，佢捧腹大笑。當嗰個男人拎出佢嘅3K 黨黨證，話佢唔係講笑時，達洛提起由10歲起就一直困擾佢嘅問題。喺1960年代尾，佢參加幼童軍遊行，當時有白人觀眾開始掟樽同石頭，呢個係佢記憶中第一次面對公開嘅種族歧視。雖然佢可以好嬲，但佢覺得好困惑。你根本唔識我，點解會憎我？傾完偈之後，嗰個3K 黨成員俾咗達洛佢嘅電話號碼，問如果佢嚟本地演出，可唔可以通知佢。達洛照做，到下個月，嗰個男人出現，帶咗班朋友嚟睇達洛演出。過咗一段時間，2個人嘅友誼加深，最後嗰個男人離開咗3K 黨，呢個亦都係達洛人生嘅轉捩點。冇幾耐之後，達洛同3K 黨最高層級嘅領導人大巫師同巨龍坐低傾，向佢提出問題。由嗰時起，達洛說服咗好多白人至上主義者離開3K 黨，放棄佢哋嘅仇恨。我想知嗰種改變點樣發生，要點樣打破對成個族群充滿刻板印象同偏見嘅過度自信循環。奇怪嘅係，我嘅旅程係由一場棒球賽開始。喺球賽憎我，洋基隊好廢，洋基隊好廢。喺芬威球場某個夏日夜晚，我第一次亦都係唯一一次睇波士頓紅襪隊棒球賽。打到第7局時，完全冇預兆之下，37000人突然一齊嗌口號，成個球場都以完美嘅和聲攻擊紐約洋基隊。我知呢兩隊有百年世仇，幾乎被視為美國職業運動最激烈嘅例子。我將波士頓球迷唱衰洋基隊當成理所當然，只係冇諗到嗰日會發生，因為洋基隊根本唔喺度。紅襪隊係同奧克蘭運動家隊打，波士頓球迷對一支遠喺幾百里外嘅球隊飲賭彩，咁就好似漢堡王支持者喺口味評比大賽對住溫蒂漢堡，然後開始大嗌麥當勞好廢。我開始諗，紅襪隊球迷對洋基隊嘅憎恨會唔會多過對自己球隊嘅喜愛？個個都知波士頓嘅家張三會教佢哋嘅細路對洋基隊比中指，憎任何有細條紋嘅嘢，同埋喺波士頓嘅歷史上印住洋基隊好廢字樣嘅 T 恤，明顯係最受歡迎嘅款式之一。當紅襪隊球迷被問到要幾多錢先肯辱罵自己球隊，佢哋平均要503美元。要支持洋基隊嘅話，佢哋要得更多，560美元。呢啲情感根深蒂固，神經科學家可以睇到佢哋點樣點亮人嘅內心。當紅襪隊球迷見到洋基隊輸波，佢哋連接獎勵同愉悅嘅大腦區域會即刻啟動。呢啲情感遠超波士頓。一份2019年嘅推文分析顯示，洋基隊係美國50州之中28州最憎嘅棒球隊，解釋咗點解呢件 T 恤咁受歡迎。最近我打俾一個朋友，佢係紅襪隊嘅死忠粉絲，我淨係問佢一個問題，佢要點樣先會支持洋基隊？佢毫不猶豫咁答，如果佢哋同蓋達組織打嘅話，
或者會咯。鍾意你嘅球隊係一回事，憎敵隊憎到會考慮支持恐怖分子嚟打低佢哋，又係另一回事。如果你鄙視某支特定嘅運動隊伍或者佢嘅支持者，你係對成班人抱有強烈嘅睇法。嗰啲信念係刻板印象，而且經常變成偏見。你嘅態度越激烈，你就越唔會重新思考呢啲理念。敵對心態唔只存在於體育界，只要我哋覺得同我哋競爭資源或者威脅我哋身份嘅嗰班人就會有特別嘅敵意，呢個時候就存在敵對心態。喺商場，運動鞋公司 Puma 同 Adidas 之間嘅敵對狀態激烈到幾個世代以嚟。家庭基於對品牌嘅忠誠度而自我隔離，佢哋會去唔同嘅麵包鋪、酒吧同商店，甚至拒絕同喺對手公司做嘢嘅人約會。喺政治圈，你可能識啲民主黨人當共和黨人係貪婪、無知同無情嘅蠢材，而啲共和黨人當民主黨人係懶惰、唔誠實又超級敏感嘅玻璃心。刻板印象揮之不去，偏見不斷加深。我哋唔只認同自己嘅族群，更唔認我哋嘅敵人，結果以唔屬於我哋嘅身份嚟定義自己。我哋唔單止宣揚自己呢邊嘅優點，亦都喺指控對手嘅惡行之中揾到自我價值。當人對敵對族群心懷偏見，佢哋經常願意盡一切所能去提升自己嘅族群，同暗中破壞佢哋嘅對手，就算意味住造成傷害或犯錯。就好似我哋將喺運動場上經常跨越嗰啲界線嘅人視為敵方，敵對情緒遠超運動場。由巴塞隆攞到巴西，足球迷之間經常爆發打鬥，作弊嘅醜聞亦都時有所聞，而且唔限於運動員或教練。當俄亥俄州立大學嘅學生收錢參加一項研究時，佢哋得知如果佢哋願意呃一個其他學校嘅學生，佢哋嘅酬勞就會加倍。而另一個學生嘅報酬就會減半。如果嗰個學生讀佢哋最大嘅敵校密西根大學，而唔係柏克萊或者維吉尼亞，咁佢哋呃人嘅機率就會變成4倍。點解人一開始會對敵對嘅團體形成刻板印象呢？佢哋又要點樣先會重新思考呢啲諗法？融入與突出。幾十年以嚟，心理學家發現人會對其他族群感到敵意，就算佢哋之間嘅界線根本微不足道。以一個似乎無害嘅問題為例，熱狗算唔算三文治？學生答呢個問題時，大多數人嘅感覺強烈到願意為嗰啲贊同佢哋嘅人損失1蚊，確保嗰啲唔贊同嘅人得到更少。喺每個人類社會，人積極尋求歸屬感同身份地位、群體認同，同時達到呢2個目的。當我哋成為某個族群嘅一份子，而且喺我哋嘅族群贏嗰陣，我哋感到驕傲。喺大學校園嘅經典研究中，心理學家發現，當欖球校隊贏波時，學生比較可能會着有學校標誌嘅衫周圍行。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聖母大學到南加大，學生對星期六嘅勝利感到與有榮焉。星期日會着球隊嘅運動衫、帽同外套。如果球隊輸咗，佢哋會避開校服，而且會話佢哋輸咗，而唔係我哋輸咗，同球隊保持距離。有啲經濟學家同金融專家甚至發現，如果某個國家嘅足球隊贏得世界盃，佢哋嘅股市就會升；輸波嘅話，股市就會跌。敵對狀態最有可能喺地理位置接近、經常競爭同實力相當嘅球隊之間產生。洋基隊同紅襪隊就符合呢種模式，佢哋都喺東岸，每季對打18或者19場，兩隊都有成功嘅歷史，同埋截至2019年，佢哋對打超過2200次，各自贏咗超過1000次。呢兩隊亦都擁有比其他球團更多嘅球迷。我決定做個測試，睇下點樣先可以令球迷重新思考佢哋對憎恨嘅對手嘅睇法。我同一個博士生提姆康卓 Tim Condro 合作，針對熱情嘅洋基隊同紅襪隊支持者做咗一系列實驗。佢哋大多用同樣嘅字眼形容對方，投訴佢哋各自嘅口音、鬍鬚，同埋佢哋有聞落似放咗好耐嘅粟米片嘅傾向。啲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之後，由於心理同社會因素，我哋都好難去改變。根據心理學家喬治萊海利
George Kelly 嘅觀察，我哋嘅信念就好似一副現實護目鏡咁，我哋用佢嚟睇清楚呢個世界，探索我哋嘅環境，對我哋嘅諗法造成威脅嘅嘢會打裂呢副眼鏡，令我哋睇嘢模糊，我哋自然會心生防備作為回應。而且海莉留意到，當我哋試圖辯護我哋內心深處明知係錯嘅諗法時，我哋會變得特別有敵意。我哋並冇嘗試戴唔同嘅護目鏡，而係變成心理柔術表演者，不斷扭來扭去，直到我哋揾到一個角度，令到我哋而家嘅視線保持完整。社交方面，刻板印象咁難改變，仲有另一個原因，我哋傾向同諗法相似嘅人互動，令到啲諗法變得更加極端。呢種現象叫做群體極化，喺幾百次實驗入面都出現過。有極權主義信念嘅陪審團一齊討論之後，會建議更嚴厲嘅懲罰。公司董事會集體討論之後，比較可能支持公司支付超額保費。一開始對平權運動同同性婚姻有明確立場嘅人，同其他幾個分享個人案例嘅人傾過之後，對呢啲議題會有更極端嘅觀點。佢哋嘅宣揚同控訴會轉向政治行動嘅方向。極化受到從眾行為而加強。外圍分子融入，並且透過跟隨團體中最典型嘅成員，通常都係抱持最強烈觀點嘅嗰啲人，借此取得身份地位。喺紅襪迷嘅家庭長大，你實會聽到啲關於洋基隊球迷嘅壞話。當你開始定期去某個球場，裏面全部都係同你一樣憎洋基隊嘅人，你嘅鄙視遲早會變得更加強烈同固化。呢種情況一旦發生，你會積極去睇你支持嘅球隊最好嘅一面，同埋對手最差嘅一面。有證據顯示，當球隊試圖淡化敵對狀態，提醒球迷呢只不過係一場比賽，最後會引起反效果。球迷覺得佢哋嘅認同受到貶低，因此變得更加挑釁。對於打破呢種模式，我第一個概念係嚟自外太空。假設一唔係高人一等，假如你有機會離開地球，最後你可能會重新思考你對其他人類嘅某啲情感。有一組心理學家研究過外太空對內心嘅影響，透過訪問、調查同自傳分析，評估咗幾百位太空人嘅變化。從太空返嚟之後，太空人比較少將焦點放喺個人成就同幸福，而係更加關心集體利益。你培養出一種迫切嘅全球意識，對世界狀況嘅強烈不滿，同埋想做啲嘢去改變嘅衝動。阿波羅14號嘅太空人艾德加米契爾 Edgar Mitchell 諗過咁講：喺月球上，國際政治睇落去咁唔重要，你會想捉住某個政治人物嘅頸背，拖佢去25萬英里外話，睇清楚啲啦。你個混蛋！呢種反應就係所謂嘅蓋棺效應。最生動咁形容俾我聽嘅太空人係太空梭指揮官傑夫奇艾克畢 Jeff Ashby。佢回想起第一次從外太空望返地球嘅經驗，佢從此永遠改變咗。喺地球上，太空人仰望星星，我哋大部分都係星球狂熱者。不過喺太空入面，星星睇堂去同喺地球睇嘅一樣，最大分別係地球同埋佢帶俾你嘅視野。我從太空第一次望到地球，係喺我第一次飛行大約15分鐘之後。當時我從檢查清單抬起頭，突然間我哋喺地球被照亮嘅部分上方，而窗戶對住下面。喺我下面嘅係非洲大陸，佢喺度移動，就好似從飛機座位睇到城市移動咁。環繞成個地球嘅90分鐘，你睇到大氣層嘅淡藍色弧形，睇到所有人類生存嘅單薄氣層有幾脆弱。你從太空可以輕易睇到地球一端嘅某個人同另一端嘅某個人之間嘅連結，而且中間冇明顯嘅界線，所以睇落去就好似我哋全部都生存喺呢個共同嘅氣層入邊。當你從外太空睇到地球嘅蓋棺，你領悟到你同所有人類都分享共識認同。喺度，我想為棒球迷打造一個蓋棺效應嘅版本。有啲證據顯示，共識認同能夠喺競爭者之間建立橋樑。喺一項實驗入面，心理學家隨機分派曼聯球迷一份簡短寫作任務，跟住佢哋安排一場緊急狀況，
有個傳球跑者郁親跌倒，攬住腳回，痛苦大叫。佢着住曼聯最大競爭對手嘅 T 恤，問題係佢哋會唔會停低幫佢？假如班球迷啱啱寫完點解中意自己球隊，得30%會幫手，但如果佢哋寫嘅係同其他球迷有乜嘢共通點，就有70%會幫手。提姆同我曾經試過等紅襪同洋基隊球迷思考佢哋作為棒球迷嘅共識認同，結果行唔通。佢哋最後冇對彼此產生更正向觀點，或者喺緊急狀況之外更願意幫對方。共享認同唔適用於每種情況。假如敵隊球迷發生意外，共識認同可能會刺激我哋幫手，但如果佢冇危險或者迫切需求，我哋好容易當佢係另一個混蛋，或者唔關我哋事。我哋都熱愛棒球。一個紅襪隊記者話，洋基球迷只係中意錯咗球隊。另一個話，佢哋對棒球嘅共同熱愛完全唔影響佢睇法。洋基隊好廢，而且佢哋嘅球迷好討厭。假設2，同情我哋嘅敵人。我之後轉向求助和平哲學。多年前，創新心理學家兼大屠殺幸存者荷伯海爾曼着手挑戰以巴衝突背後嘅刻板印象，教雙方了解同同理對方。佢設計互動問題解決研習營，邀請有影響力嘅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領導人非正式討論和平路徑。多年嚟，佢哋聚埋一齊，分享經驗同觀點，解決彼此需求同恐懼，探索解決衝突新方法。長期以嚟，研習營唔單止打破刻板印象，有啲參與者最後仲成為一生好友。將對方賦予人性，喺體育界應該易啲，因為風險較低，競爭較公平。我從體育界另一組最大競爭對手開始實驗，北卡羅來納大學同杜克大學。超恩貝提爾2001年帶領杜克大學贏得全美大學籃球賽冠軍。我問佢點先會令佢幫北卡羅來納大學打氣，佢即刻答：除非佢哋同塔利班打。我唔知原來咁多人會幻想用最愛嘅運動擊敗恐怖分子。我不禁諗，將一個杜克學生賦予人性，會唔會改變北卡學生嘅團體刻板印象？喺我同同事艾利森、法拉蓋爾同海倫、洛爾頓做嘅實驗入邊，我哋請北卡學生幫手加強一位同才嘅求職資料表。如果我哋提到佢讀杜克而唔係北卡，只要佢面臨重大財務需求，受試者會花多啲時間幫佢。佢哋一旦同理佢困境，就會將佢視為值得幫助嘅獨特個體，而且更加鍾意佢。但當我哋觀察佢哋對杜克學生嘅一般觀點，北卡學生一樣當佢哋係敵人。話如果聽到有人批評杜克，感覺似讚美；聽到杜克學生被稱讚，感覺似羞辱。我哋成功改變咗佢哋對嗰個學生嘅態度，但改變唔到團體刻板印象。當提姆同我嘗試為洋基球迷賦予人性時，都遇到類似情況。我哋俾紅襪球迷睇一篇故事，作者係個棒球愛好者，細個同爺爺認識球賽，同阿媽玩傳接球有好回憶。故事最後，佢提到自己係洋基死忠球迷。我覺得呢個人好真誠，係罕見嘅洋基球迷。一個紅襪支持者話，呢個人好上道，唔係典型洋基球迷。第二個話，我好鍾意篇文章，直到我睇到佢係洋基球迷。第三個球迷可惜咁講，不過我覺得我同呢個人嘅共同點多過我同其他刻板洋基球迷。呢個人幾好。荷伯海爾曼喺以色列同巴基斯坦人身上都遇到同樣問題。喺問題解決研習營，佢哋變得信任坐喺對面嘅人，但依然保持團體刻板印象。喺理想世界，認識個別團體成員會賦予團體人性，但進一步了解一個人經常會令佢同團體區分開。當我哋遇到違反刻板印象嘅團體成員，第一直覺唔係將佢哋當成範例，重新思考刻板印象，而係當佢哋係例外，堅持既有信念。所以呢次嘗試都失敗咗，而家又要重新嚟過。假設3，習慣嘅怪獸。有個廣告係我一直以嚟最鍾意嘅，開場係一男一女錫嘴嘅大特寫。當鏡頭拉遠，你見到佢着住
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隊嘅波衫，而佢就着住密西根大學狼獾隊嘅 T 恤，上面寫住冇咗體育運動，咁就唔會咁核突啦。我成世都係狼獾隊嘅 fans， 細個就學識噓七葉樹隊。我阿叔喺佢地下室擺滿晒密西根球隊嘅紀念品，禮拜六凌晨3點就起身準備車尾 party， 仲揸住架車身貼滿密西根標誌嘅 van 仔。當我返家鄉密西根讀研究院嗰陣，我大學 roommate 去咗俄亥俄州立大學讀醫科，我梗係打電話吹噓自己學校有幾巴閉，同 send 信息串佢智商低啦。幾年前我識咗位70幾歲嘅婆婆，佢心地異常善良，同大屠殺生還者一齊做嘢。舊年夏天佢提到自己曾經喺俄亥俄州立大學讀書，我第一個反應係屁，但跟住就覺得自己好核突，邊個會 care 佢半個世紀前讀邊間學校？點解我會變得咁公式化？突然間覺得有人會憎某隊波呢件事，好似好奇怪咁。古希臘時代，普魯塔克寫過忒修斯由克里特航行去雅典嘅木船，為咗保存呢艘船，當舊木板爛咗，雅典人就會換新木板，最後所有木板都換晒，睇落係同一艘船，但所有部分都唔同晒，咁佢仲係同一艘船咩？後來哲學家加多道難題，如果將所有原有木板砌翻做一艘船，咁算唔算同一艘船？忒修斯嘅船同體育球隊有好大相似。如果你嚟自波士頓，你可能會憎1920年洋基隊挖走貝比基魯斯，或者1978年洋基隊打碎你嘅世界大賽希望。雖然而家球隊叫同一個名，但隊員已經唔同晒，嗰班球員早就唔喺度，教練都換咗。你其實係支持件衫咋？歡樂單身派對主角傑瑞萊史菲德話 fans 會好愛某個球員，但如果佢轉會就會狂噓佢。明明係同一個人着唔同波衫，突然就憎佢。噓，唔同波衫，噓。我覺得呢種係一種儀式，好玩但武斷嘅儀式，我哋出於習慣做嘅典禮。喺我哋連輕易受影響或者剛到新城市揾歸屬感時，就烙印喺心。當然，有時團隊忠誠對生活好重要，令我可以喺酒吧同熟人擊掌，勝利巡遊同陌生人擁抱，帶俾我哋團結感。但如果你認真諗，憎對手球隊係天生㗎。如果你喺紐約而唔係波士頓出世，你真係會憎洋基隊咩？我哋第三個方法係，提姆同我揾咗紅襪隊同洋基隊嘅 fans， 為咗證明佢哋嘅忠誠，佢哋要講得出某張相入邊自己隊一個球員個名，同埋球隊上次贏世界大賽嘅年份。然後我哋做咗幾個步驟，打開佢哋思維。首先，幫佢哋認清自我信念嘅複雜性。我哋請佢哋寫對手球隊 fans 嘅3個優點同3個缺點。之前睇過最常見嘅缺點，但佢哋都諗到啲優點。跟住我哋隨機分一半人再進一步，反思佢哋憎恨嘅武斷性。諗下同寫低洋基 fans 同紅襪 fans 點解會為咗咁武斷嘅理由憎對方。例如果你喺對手球隊 fans 家庭出世，你而家好可能都係佢哋 fans。為咗評估佢哋對敵隊嘅憎恨，我哋俾機會佢哋決定敵隊球場賣嘅辣醬有幾辣。背景故仔係消費者產品研究員準備做棒球場辣醬口味測試，俾隨機分去反思自己刻板印象武斷性嘅人，幫敵隊球場揀咗冇咁辣嘅辣醬。我哋仲俾機會佢哋喺計時有錢收嘅數學測驗度，專登俾敵隊 fans 做難題。被認為有刻板印象武斷性嘅人，幫敵隊 fans 揀咗簡單啲嘅題目。人哋唔單止對單一 fans 有同情心，仲會改變對敵隊嘅整體睇法。佢哋冇咁易將敵隊輸波當自己贏，敵隊贏波當自己羞恥，同埋將批評敵隊當讚自己。佢哋更有可能用平時諗唔到嘅方式支持敵隊，着敵隊波衫，比賽坐敵隊球員席，全明星賽投敵隊球員票，甚至喺社交媒體幫敵隊宣傳。對某啲 fans 嚟講，呢啲幾乎似違反教條，但佢哋嘅評語清楚顯示佢哋重新思考緊自己立場。我覺得純粹因為人哋支持邊隊而憎人，真係好蠢。諗到呢點，
我會想重新考慮對某啲唔鍾意球隊支持者嘅態度。如果有人只係因為我撐邊隊而憎我，感覺好唔公平，幾乎似某種偏見，因為佢哋係根據我某件事批判我，仲為咗呢個原因憎我。諗過之後，我可能會改變同紅襪 fans 嘅相處方式。佢哋支持邊隊唔代表佢哋係咩人，就算佢哋係錯㗎。我哋終於有啲進展，下一步係研究 fans 觀點轉變背後嘅關鍵因素。我哋發現重點在於思考佢哋憎恨嘅武斷性，而唔係敵隊嘅優點。無論嗰啲 fans 有冇理由鍾意對手，當佢哋反思嗰種敵對態度有幾蠢時，佢哋就表現少啲敵意。佢哋知道為荒謬理由被人憎嘅感覺，幫佢哋睇到嗰種衝突有真正含義。憎敵隊 fans 唔係玩玩下嘅事。進入平衡宇宙。實驗室外，要消除刻板印象同減少偏見，好少可以一步到位。就算人哋一開始冇防備，當態度受挑戰時，好快就會防衛。要佢哋明白，唔單止要話俾佢哋知，佢哋觀點有幾武斷，關鍵步驟係要佢哋做反事實思考，幫佢哋諗下，如果佢哋活喺另一個時空，佢哋會信咩？心理學上，反事實思考即係想象我哋生活環境可以有幾唔同。當我哋明白我哋可以有幾易持有唔同刻板印象，我哋可能會更願意更新觀點。要啟動反事實思考，你可能要問人問題，例如，如果你生來係黑人、西班牙裔、亞洲人或者美國原住民，你嘅刻板印象會有幾唔同？如果你喺鄉下或者城市大，或者世界另一端嘅文化成長，你會有咩睇法？如果你活喺1700年代，你會堅持咩嘢信念？從辯論冠軍同談判專家例子，你已經知道問人問題可以推動佢哋重新思考結論。呢類反事實思考嘅唔同，在於引導人探索自己信念根源，重新思考對其他群體嘅態度。當人反思唔同環境點樣帶嚟唔同信念時，佢哋就會變得謙虛。佢哋可能推斷自己過去信念有部分太過簡單化，開始質疑自己部分負面觀點。嗰種懷疑會令佢哋對被自己標籤化嘅群體產生好奇，最後可能發現意想不到嘅共通點。最近我碰巧有機會引發反事實思考，一位初創公司創辦人請我出席全體會議，分享點樣更了解他人同自己性格。喺虛擬爐邊談話期間，佢提到自己好信星座，公司好多人創辦人，我另一半同我拍拖以嚟就一直想咁做，佢已經放棄咗，冇嘢可以說服我改變主意。咁你就唔係用科學家嘅方式諗嘢，對你嚟講似係宗教信仰多啲。創辦人：係啦，可能有一啲啦。No，如果你喺中國出世，而唔係美國呢？最近有啲證據顯示，喺中國，如果你係處女座，無論揾工定拍拖，都會俾人歧視。嗰啲慘嘅處女座，俾人標籤為難相處同脾氣差。創辦人：西方都係咁，亞當、天蠍座都受到同樣嘅歧視。雖然創辦人一開始抗拒我嘅論點，但當諗到如果佢住喺中國，自己可能會對邊啲星座有偏見之後，佢開始察覺到自己嘅思考模式有問題。佢將一大班人嘅本質錯誤歸因於佢哋出世嗰日太陽同月亮嘅位置。創辦人後來明白到，根據星座去歧視人有幾唔公平，最後仲幫手建立我嘅論點。傾完之後，我提議搞個性格科學嘅後續討論，公司有超過1/4人報名參加。之後有位參加者寫道，今次傾談最大得着係明白反學習嘅重要性，避免無知。當大家發現自己嘅偏見有幾武斷之後，而家更加願意重新思考自己嘅觀點。心理學家發現，我哋好多信念都係文化嘅老生常談，流傳得好廣，但好少受到質疑。如果我哋深入探究，經常會發現呢啲信念嘅基礎好脆弱。刻板印象唔似精心建造嘅船隻咁結構完整，反而似疊疊落嘅高塔，搖搖欲墜，缺少重要支撐。有時我哋輕輕一推就會冧。我哋希望嘅係大家能夠克服困難，
喺更穩固嘅基礎上建立新信念。但呢個方法係咪適用於更大嘅人群分歧呢？我完全唔認為咁樣可以解決以巴衝突或者消除種族歧視。不過，我確實相信呢個係邁向比重新思考刻板印象更重要目標嘅一步。我哋可能會開始質疑自己合理化群體偏見嘅潛在信念。如果你俾人停低諗一諗，佢哋可能會覺得將群體刻板印象套用喺個人身上係荒謬至極。研究顯示，群體內嘅相似之處比我哋想象多，而群體內嘅多樣性通常多過群體之間。有時擺脫刻板印象意味住你明白到好多仇恨團體成員其實冇咁差。當我哋同佢哋面對面時，就更加容易發生呢種情況。超過半個世紀以嚟，社會科學家一直研究群際接觸效應。一項包含500幾份研究、超過25萬受試者嘅整合分析顯示，94%案例中，同另一個群組成員互動可以減少偏見。雖然群際溝通唔係萬能藥，但呢個統計數字已經好驚人。要幫人從刻板印象嘅高塔抽走唔穩嘅疊疊落積木，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同佢哋當面傾。達洛戴維斯就係咁做。一名黑人落手點樣對抗白人至上主義者。有日，達洛車住3K 黨某地方分會嘅首領，佢嘅正式頭銜係高專獨眼人。冇幾耐，獨眼人就講佢對黑人嘅刻板印象，佢哋係低等人種，老細啲，所以唔聰明，仲有暴力傾向基因。當達洛指出自己係黑人，但從未開槍或者偷車時，獨眼人話佢嘅犯罪基因肯定仲未顯現出嚟。達洛決定以牙還牙，挑戰獨眼人講出3個黑人連環殺手嘅名。獨眼人一個都講唔出，於是達洛不假思索咁講出一串出名嘅白人連環殺手，仲話獨眼人肯定係其中一個。當獨眼人抗議自己從未殺過人，達洛用返佢嘅論點反擊，話佢嘅連環殺手基因肯定仲未顯現。咁好蠢喎。慌張嘅獨眼人回答：你睇下。達洛同意：你講得啱，我講你嘅嘢好蠢，但唔夠你講我嘅嘢咁蠢。獨眼人靜晒，轉咗話題。幾個月之後，佢同達洛講，仲諗緊嗰次對話。達洛播下懷疑嘅種子，令佢對自己嘅信念產生好奇。最後，獨眼人離開3K 黨，仲將佢嘅頭罩同長袍送俾達洛。達洛真係好犀利，唔單止有能力單槍匹馬打破偏見，仲有勇氣咁做。呢個係普遍道理，權力越大嘅人需要更多重新思考，唔單止因為佢哋更容易將自己觀點特權化，仲因為佢哋嘅觀點更少受到質疑。大多數情況下，受壓迫同邊緣化嘅人已經盡力扭曲自己去適應。達洛細個就係種族歧視嘅目標，有充分理由仇恨白人，但佢仍然願意以開放態度接近白人至上主義者，俾機會佢哋重新思考。挑戰白人至上主義者同將自己置身險境，本來唔應該係達洛嘅責任。喺理想世界，獨眼人應該自己負起呢個責任，教育同僚。有啲前3K 黨成員挺身而出，同達洛合作，為受壓迫者發聲，改革製造壓迫嘅結構。當我哋努力推動系統性改變時，達洛提醒我哋唔好忽略對話嘅力量。當我哋因為人哋嘅刻板印象或偏見而拒絕同佢哋互動，就放棄咗開啟佢哋思維嘅機會。我哋生活喺太空時代，但仲有好多人用石器時代嘅思維諗嘢。佢諗住話，我哋嘅意識形態要追上科技。佢估計自己幫過超過200個白人至上主義者重新思考信念，離開3K 黨同其他新納粹團體，當中有好多人繼續教育屋企人同朋友。達洛隨即指出，佢冇直接勸人改變想法，我冇改變任何人嘅信念。佢話，我俾咗理由，佢哋思考人生方向，佢哋諗過之後覺得我需要一條更好嘅路，就係咁簡單。達洛唔係靠說教或者指責嚟做到呢點。當佢同白人至上主義者傾偈時，好多人最初對佢嘅深思熟慮感到驚訝。當佢哋開始將佢視為獨立個體，相處耐咗之後，經常會喺共同興趣、
例如音樂，上揾到共鳴。隨住時間過去，佢幫佢哋睇清，佢哋加入仇恨團體唔係為自己，而係家族傳統，或者有人話佢哋嘅工作被黑人搶走。當佢哋明白自己對其他群體嘅認識有幾少，同埋啲刻板印象有幾膚淺時，就開始重新思考。深入了解達洛之後，大巫師唔單止離開3K 黨，仲關閉埋地方分會。多年後，佢請達洛做佢個女嘅教父，